听听，居伫厝内吼，无爱出门的宅男吼，咱台语会安怎讲？哦，宅男咯，我的是安康姑。 暗康姑是啥那咧？就敢若亲像咱涵洞哦，吼，暗康有一个康对无？你的康来嘿，啊，啥来叫宅男？宅男就是拢无要出去嘛，嘿，社恐。哦，嘿，所以讲伊就会伊个咱菇吼，你若莫甲落啊，你甲拍落去了，伊揪入去了，伊就无想要出来，拢会嵌伫个菇壳内面。是。所以我的答案就是暗康菇。安尼哦，阿雄我的答案叫做半边菇，哈？半边不是破边，是半边。半边的意思是，因为伊其实身体无边，对不？哦但是是心内是破边。是。吼，讲你破边嘛无边，讲你健康你阁有淡薄仔破边，所以你了解这只菇。嘿，对，半边菇。到底是倒一种菇咧？来，咱两队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嘿嘿，这个是我，我来讲。拢是暗康菇。是，无唔对，这甲心理的病应该是较无共啦吼。因为我感觉你两个答案拢足接近的啦，是这制作单位真厉害啊，会当还安尼选哦，无好选。是，那你伫咧厝内底，敢若伫咧棚空内底吼，家己安尼包掉咧吼。较成咧形容这只菇啦，嘿啦，这个人啦，啊，这个人啦，嘿，要紧啦，啊，伊都写菇咩？对啊，咱即摆拢去用吼菇包围啊啦，嘿，拢头壳拢是菇啦，头先咱菇嘿，啊阿上拄则咧讲半边的时阵哦，我感觉伊讲了淡薄仔客客啦，伊可能迄是可能假的，哦，先甲两边小讲咧哦，阮两个拢唔知影正确的答案。真正阮两个拢唔知，阮两个拢唔知啊。哎，这都当然无混蛋。含康菇这个我有听阿嬷讲过，哦，半边菇这个咧，因为我感觉台语伊是较属于古语，古早人较无是寡心理方面的疾病，所以我感觉这个较无。地位咧，真有地位哦。我嘛是较接伫咧厝内底做暗康菇安尼，啊，但是一般来讲，我只是无想要出门尔，所以讲应该是较袂去讲到甲疾病有关系。就是较介意这种生活方式啦，无一定讲是真正破病还是安怎，只是介意这种生活方式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好共款吼，四位观众的答案拢正确的。台语半病吼有咧用啦，讲半病半边吼，是咧讲人含慢无路用啦。哦。啊，这咱即摆讲的宅男，伊无一定无路用啦，啊，伊就是较无爱出门啦。啊，其实咱古早讲暗康菇吼，是讲人无爱出门吼，所以对外口的代志无了解啦。啊，毋过咱即摆若讲爱伫厝的迄个宅男吼。因其实吼，因靠电脑吼，因了解足侪代志，因可能电脑足厉害，因嘛了解世界上的真侪代志。啊，不过咱是用古早这个讲法，咱暗康菇是本来就有的讲法，是敢若讲这个人无爱出门，啊，所以对外口的代志无了解，就咱像咱在讲迄个古井底的水鸡共款。啊，不过即摆这个宅男吼，伊虽然无爱出门，不过伊比外口的人无定佫较知影佫较侪代志，就是透过电脑会当了解外口足侪代志。照讲来，咱那路上的应该是环游世界啊啦吼。是啊是啊。无，还小看。小看。有超过30国啊小看。 30国，差不多。哦，安尼对你来讲应该是无啥物困难。无啊，这你讲国内嘛有嘛？国内嘛有。哦。不过今日阮都唔知要去倒去佚佗。安尼啊？恁拢唔知影？阮拢唔知。我加减啊，无讲一个。袂当讲。哦。袂互你安尼凊彩问就问出来。啊，那咱家里咧，家里应该是有。我进前是行路去西台湾一日啦，安尼对，跟我翁做伙啊，阮嘛是有做一个 YouTube 频道，嘛是咧做旅行的安尼。旅行哦。对。好，来，咱来去佚佗啊！好，上个人行要去倒去佚佗。是，刷来这影片的是咱亚洲的一个城市，两个理由。哦。亚洲的城市两个理由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 哦哟！哇！白虎！你车开了伤过命啊啦！用伊个倒塞出来咧！佫倒大。好，来，倒一个城市。香港。哈？好了吧，因若唔对，你都有机会啊！香港。哦。哎，好菜。那我袂使讲啊，咱袂使讲啊，系啊，袂使讲。你搁想一个好啊？搁想一个啦。香港。
恭喜香港嘿，念好清楚。香港，哎哦，老师，香港对唔对？健康。好，来，阮首先小易得了3000咯，手机咱继续甲看小鸡类吼，来继续。哦，女人家吼，哎，鲁林哥，哦，大本啊，啊，哦，这迄个流浪啦，哎，红塔的士啊，哦，Victoria，哦，足有香港特色的啦吼，一个是迄个鸡卵糕啦吼，啊一个是迄个烧鸡啦吼，烧鸭啦吼，啊这就是足有名的香港的特产啦。但是因敢若看这两个面就知足厉害啦，因为后壁咱若看，知影香港无困难，不过敢若看到这两个，就是其实咱台北嘛看会到因遮的物件啦。对啊，哦，啊，不过伊马上会知影讲这是代表香港哦，真厉害。继续换你。好，要见倒一个是要来见台南，台台南哎呀，你家去台南去看。卖啦，卖台南，为什么？台南我是后日要敬的。哦，安尼咱就见，阮妈妈是台南人，阮台南。好，哦，来，咱来看一个哦，台南的奖金有偌济？哎，万你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南部才有的白糖粿这种点心，原底是倒一个节日的食品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倒一个节日的，哎，这我唔捌想过呢。嘿，白糖粿，白糖粿。我要求救啦，几万袂使。好，来，其实阮南部嘛，逐日拢在食白糖粿。当时拢在食。你有即马平常时啊，拢会当食着。敢若南部有敢若庆牛妈西吗？庆牛妈生，嘿，这真正唔知影。倒一个正甜的，食甜的，嘿，我又是元宵，我元宵哦，元宵，啊无啦，宵，啊无咱开元宵好。我要干元宵哦，我不确定。确定哦。确定元宵。宵，好，来，确定。元宵对唔对？哎呦呀！万里飞呀啦！好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因原来讲的第一个答案是正确的，庆牛妈对，生，嘿，因为咱那当这咱是食圆啦吼，哎呀，啊，青牛妈生伫台南因是，其实这个圆真共款，吼，啊，但是伊就是去家己用油煎啊混糖安尼吼，即白糖粿啦，啊，其实伊就是伫青牛妈拜青牛妈咧用的，啊，青牛妈是囡仔守护神啦，啊，咱即马嘛甲青牛妈生，因为迄个拄啊7月初7嘛吼，就是牛两甲节日会相当，啊，所以咱讲迄是情人节，啊，不过你若伫个台南因咧做即个16岁嘛是伫即工啦。是。哦，所以就是讲囡仔大汉啊咧，哦。啊，所以这是青牛妈生啦。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不要紧，即马知影，即马知影，庆牛妈生。但是你嘛袂歹啦，你甲万二的选掉，伊都无通选啊。啊，你没有玩乐啦，万五的没有咧。玩乐，你这万二就算讲我选掉，我嘛袂听。哎呦，好，来换你哦。好，啊，你要选什么？魔鬼的，魔鬼，要选贵的啊？贵的啊，贵的，贵的。佮变啦，一直变咧。哎呦，魔鬼，歹势，魔鬼好，魔鬼的，魔鬼的。魔鬼的，好，来，咱来看这个魔鬼的奖金有偌济？ 15,000。好，哇，凊彩讲，来哦哎，安尼爱准备啊，请教看哦。手啊，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地名是对西班牙语来？伊原本是魔鬼的迄个夹角，哦，是野柳还是苏俄？哦，是压力还是所有哦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什么啊？我即摆要支援，嘛是10秒内底啊，七月，已经七月，对是嘞，所以即摆会使讨论吗？会使。好，来，支援嘿，恁感觉是压力还是所有？阮即马2排，两排，两派。拢有。拢有好。安尼，因为两样安尼啊，西班牙啊，无安尼，阮两排安尼好无？两排阮两个答案拢讲，啊，我7,500就好。安尼好，一半一半呢。歹势，会使沟通，会使讨论的。伊讲的是真有道理。是你讲的什么道理？因为你讲，妹。因为西班牙人来的时阵是对野柳起来啊。哦。
看牌。亚六输个对，我无唔对，因为遐有一个圣地亚哥的角，对，圣地亚哥黏黏的比有3条角。哦，啊，3条角是东北嘛，伫亚六遐嘛，东北这边，唔是苏个，唔是宜兰哦，所以应该是亚六。哎呦，确定，确定亚六。好，来亚六对唔对？来，这厉害恭喜你了，万五。哎呀，我错嘛啦！冰不要紧，哎呀，够有奖金，够有一万够有一万来，老师，咱请解释。咱知影讲西班牙人嘛，捌咱统治过咱台湾吼，是啊，因是台湾的北部啦。啊，因来到遮的时候，因看到亚洲遐石头足奇怪的吼，啊，因搁捅出去吼，所以因感觉迄敢若像魔鬼共款，所以因讲迄是魔鬼的角啦。角，哎，啊，就是因迄个角，就是咱即马真侪所在，像讲南非有一个好望角嘛，对啊迄个 Cape 就是迄个土地伫海内面捅出来迄个所在，啊，所以因就是叫做角，啊，伊咧形哦地形足奇怪，所以因讲迄魔鬼的角。拢总爱钓几项，钓几题？ 3题3题嘛吼。 三题尔，第一题几个字？ 3个字。 三个字哦，听好哦，来，请开始。来，第一个提示，伊富含维他命。维他命，嘿，什么叫维他命？就是食。第二，中央有籽哦，唔是，过来，有中央有籽哦，过来，插片，唔是，伊插片，啊，插片哦，伊是药啊吧？唔是，啊，色的时候是红色的，啊，哪个？唔是，伊的插片，而且伊会险。环球啊，啊，正确。哦，我迄伫咧想中有籽，所以迄个答案中迄个是籽。你气真济，气真济。哦，够讲的啊！中央有籽啊。后来咱即摆看者，你是不离紧啦，哦，48秒算紧啊啦。 48哦。对。好是。来，搁继续落去啊，这哦。互乱者，我小可看者，我看者，我会紧张。好，来，几个字？哦，3个字。哦。三个字哦。哦，48秒哦。加油哦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第一个提示有风的时阵，哦，有风的时阵，第二个佚佗物啊，佚佗物啊你哪咧算哎，风？不，轰，吹风车，不是，飞上天，北，北风吹，不是，伊顶下做，顶下做，朱婷婷啊，啊，这个，朱金婷不要讲这若讲华语，大家拢足紧的。哎呀，吼，啊，若讲着台语，大家顿一个安尼啦。是啊，有风嘛。啊，咱细汉的时阵拢会算这嘛，吼。啊，你个所有的飞上天啊，伊是第个做，上来就第个做。对。哦，好，看一个32秒咧，32秒，真好呢。爱较紧的拄只哦，若无加30秒，阮即马是毋是差不多再见有啊？哎，我们即马最后一题嘛，我讨论一下，等下珊珊的哦。你从头到尾拢无讲半句，伊咧讲袂了，啊无我，你拢无讲半句诶，你较加油诶，好无？你这毋是你是检讨哦。不，这互相的啦。好，来上尾一题，几个字？真紧张，上面两个字，两个字两个字哦。好，来，请开始。好，第一个提示，西公会赢掉。西公会赢掉是啥物？第二个提示，圣诞节。铃啊，铃啊，这生日，你讲正确诶。啊，什么铃啊？什么铃啊？因为啊，铃啊，甲铃啊，就是因为西讲的亮，吼，咱细汉印象当中就是亮。铃啊，伤歹听啦。对，歹势。亮。我空伤紧，歹势。知影物件讲袂出来。阮一个8点的播的节目，你一直咧看铃啊。好，不要紧，但是真正有影分数不哩好看。哎呦，咁好看。算真正有影不哩好看哦。